为着提升台南市消防救灾能力，国际狮子会300医院区金城狮子会捐赠5台热显像仪、抗搜救肯的用品，予直属分队。这批物资加起来价值35万。消防局特别举办捐赠仪式，颁发感谢状，表扬金城狮子会善心，为我们的消防团体尽一份心力。也秉持着我们国际狮子会为社服务的力量，那持续的做一些社会公益，让我们的搜救同仁除了在火场能够立即的找到火源，利用热水象仪追踪到起火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能够保障他自己的安全。直属大队目前只有2台热显像仪，加了这批会当予消防人员清楚发现火源，减少搜救的时间。训练员带领搜救犬示范搜救的基本动作，展现训练成果。因嘛是伫第一时间侵入灾区的伙伴，真是嘛爱好好照顾。因此，队上的6只搜救犬嘛拢有自动分的4手抗药物，可以说是帮了消防局一个大忙。那我们特别感谢狮子会他们回馈社会这样的心意。那不只是这个个人装备以外，今天还特别关怀到这个搜救犬的装备那未来也可以提升搜救的这个效率。金城狮子会捐赠受到各界肯定，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唤起社会对着公共安全的重视，支持消防兄弟的救灾工作，共同替台南市的发展和安全努力贡献。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